歡迎大家嚟到大茶飯香港賽馬貼士頻道。1月1日，沙田日馬星期四共11場賽事，開跑時間係1、2、3、0，重心嘅精選係第1、第3同埋第8場。第1場1600米5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8號快樂老窩，呢127磅，配呢個霍雲星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4號武林至尊，呢116磅，配呢個班德禮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10號江南勝，呢120磅，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同埋6號威威父子，呢129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第2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號喵喵怪，呢133磅，配呢個周俊樂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3號聖多多，呢134磅，配呢個霍雲星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11號有你有我，呢125磅，配呢個巴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同埋4號雙子美麗，呢128磅，配呢個潘頓，初出馬。第3場1200米5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6號同喜，呢132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3號幸運傳承，呢124磅，配呢個奧爾文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14號魅力星，呢124磅，配呢個艾少禮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同埋1號艾比奧，呢135磅，配呢個紀仁安，近績最好係跑第4。第4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5號活力拍檔，呢128磅，配呢個何澤堯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2號伶俐標區，呢122磅，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6號醒目高球，呢128磅，配呢個班德禮，近績最好係跑第5。同埋9號捷威，呢126磅，配呢個周俊樂，初出馬。第5場20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5號客家之光，呢128磅，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1號管之友，呢121磅，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3號一支箭，呢129磅，配呢個紀仁安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同埋2號雙贏，呢127磅，配呢個周俊樂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第6場14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號卓越善風，呢132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0號天天更好，呢123磅，配呢個何澤堯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3號星運笑着，呢129磅，配呢個奧爾文，近績最好係跑第1。同埋9號紅財，呢124磅，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係跑第3。
第7場16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6號黃金騎士，呢127磅，配呢個布紋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2號準輝煌，呢135磅，配呢個巴道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1。4號金匯千歲，呢131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1。同埋1號安都，呢135磅，配呢個紀仁安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1。第8場1400米3級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3號包裝天象，呢133磅，配呢個紀仁安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7號風再起時，呢118磅，配呢個梁家俊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1。11號風雲武士，呢115磅，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1。同埋4號光年魅力，呢132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1。第9場12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2號跨境寶馬，呢132磅，配呢個布紋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3號關鍵所在，呢124磅，配呢個黃志宏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1。7號開心孖寶，呢120磅，配呢個何澤堯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4。同埋6號開心指數，呢121磅，配呢個周俊樂，初出馬。第10場14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9號笑喜喜，呢123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1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超勝無敵，呢126磅，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2。3號偉金主，呢133磅，配呢個霍雲星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4。同埋4號大文豪，呢128磅，配呢個何澤堯，初出馬。第11場12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2號晒冷，呢129磅，配呢個布紋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4號幸運風采，呢126磅，配呢個霍雲星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5。6號有愛心得，呢126磅，配呢個班德禮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1。同埋1號線路滿貫，呢135磅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，係跑第1。麻煩大家各位馬迷幫忙免費訂閱大茶飯賽馬貼士。如果喜歡我哋本頻道嘅影片，可以點讚同埋分享作最大嘅支持。多謝晒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賽事再見。